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。今集咧就同大家科普一樣嘢，就係、有個客問我，佢話：喂，其實咧而家攞嗰啲8、9成咧係政府擔保，點解政府擔保咗，我哋又要擔保？咁政府擔保嘅功能係啲乜嘢咧？好簡單啫，政府嘅擔保嘅功能咧就係話俾銀行聽，鼓勵銀行你去批額俾你啲客啦。如果萬一你嘅客唔還錢，我擔保埋條尾數佢啦，其實就係咁解嘅啫。其實咧，政府嘅擔保背後個目的係咩咧？就係希望啲銀行咧批多啲錢俾中小企，呢個就係佢嘅背後原意啦。咁所以大家唔好一個謬誤咧，咁有政府擔保㗎啦，其實銀行都冇風險㗎啦，點解仲有我擔保啫？咁樣，因為銀行其實唔係想你唔還錢，銀行係想你還錢，所以如果你唔還錢嘅話，你永遠都係第一個俾銀行告嘅人，無論有冇政府擔保。所以呢個科普希望幫到你諗嘢啦，拜拜。